我係皮亞。韓國電影喺近呢10幾年嚟搞得好成功，經常入圍歐洲3大影展，而且好多仲攞埋大獎添。韓國導演例如李滄東、金基德、朴贊郁等等嘅名字，好快就俾觀眾認識、去欣賞，甚至乎去研究佢哋嘅電影。韓國電影俾到人多方面嘅印象，好有創意，手法好新，劇情好激、好殘暴、好色情、好變態，但又可以好純情、好唯美。所以 Movie 8月嘅主題，韓國導演新勢力就網羅咗呢4位絕對不能忽視嘅導演作品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朴贊郁電影出名影像凌厲，手法大膽又創新，觸覺仲非常銳利添。佢拍嘅復仇電影系列成為咗同類電影嘅典範，就好似《飢渴有罪》咁，直情係現代版嘅吸血僵屍。血腥暴力都好閒啊，將埋藏喺內心嘅愛同埋恨都刮出嚟，呢度就精彩啦。金基德就好似隱居深山嘅高人咁，表面上咧佢腦袋充滿邪惡嘅慾念，又玩性虐待啊咁，甚至將呢啲慾念轉化成為生活嘅常態。但係繼續睇落去咧，慢慢又會睇到一啲佛家嘅禪意喎。喺大自然嘅環境底下，人如何面對陰暗面呢？如何為咗滿足慾望而不惜一切呢？睇下春夏秋冬同埋感官樂園就會明白啦。李滄東係小説家，仲曾經做過韓國文化觀光部長。佢嘅電影咧就特別有文學氣息，《牧羊》同埋《詩》係佢最重要嘅作品。《牧羊》咧就拍出咗一個女人為咗生活而付出嘅勞苦，好多人都好感動。그 앞에 엎드리가 지은 죄를 회개하도록 하고. 내가 그 인간을 용서하기도 전에 어떻게 하나님이 먼저 용서할 수 있어요? 嗱，詩咧就係講一個女人，佢嘅孫咧就犯咗彌天大罪，但係佢咧就透過寫詩而對生命嘅苦難有更加深刻嘅咀嚼。想輕鬆一下嘅話，就要睇郭在容嘅愛情喜劇啦。我的野蠻女友同埋野蠻師姐，令到好多人都想擁有一個好似全智賢一樣嘅女朋友。男主角好靚仔，女主角好吸引，但佢哋又唔係花瓶喎，個個演技都好好。再繼續講落去，好似天下無敵咁樣，但事實上，韓國電影真係一股無法抗拒嘅新勢力。